再来看高雄的汉来海港餐厅的巨蛋店食物中毒案，到今仔早起9点，已经有52个消费者身体无爽快，初步怀疑可能是青蚵仔、沙西米、提拉米苏，还是冰淇淋有问题。市政府是表示讲目前个检验，业者是表示今仔个明仔载个暂停营业，会来加强员工的训练。 27这天，餐厅门口就公告暂停营业。汉来海港餐厅巨蛋店原地互市府要求停业到28清宵，即马搁自主延长2日，直接停业到4月30。也毋过另外一间分店仍然正常营运。我们已经用很久了，几乎是1个礼拜没有事都会在这边用餐，所以很放心啊。 有民众认为2间店无共，免受过烦恼。也毋过巨蛋店通报身体袂爽快的人数，对27头一摆有病医通报3人走北顶胃肠镜头了后，28早起变36人，到暗时已经超过50人。29早起9点，搁增加2人，计共52人拢出现走北顶的镜头。市府表示，这患者是食26下晡茶，甲暗顿搁有27中昼顿。 相关疫调及采检检体样本课正进行微生物培养检验中。卫生局强调，业者应依据稽查结果落实执行缺失事项改善计划。 疾管署表示，苹果、红菜头汁、青蚵仔、沙西米、提拉米苏、冰淇淋、沙拉、甲冰格等红列做可疑食材采检。不过，市府强调，疫调甲检体样本搁咧进行微生物培养检验，结果也未出炉。汉来是回应讲，搁自主增加停业2日，是希望确保消费者的安全，嘛加强训练内部员工的食安教育。有计搁停业的这2日，受影响的人客大约1200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